估唔到喎，咁樣即係都冇諗過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咁又真係咁啱，又係即係對上一次長嘅一個 rundown 嘅表演合作就係嗰次 YouTube Live 啦。咁真係咁啱隔咗呢5年咧，就嚟到今次。咁所以緣分啦，可能真係十分之奇妙。所以感激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亦都感激場地嘅邀請。唔知個場地係因為本身都有睇過 YouTube Live 啦，可能係啊，咁所以就係啦，希望大家 enjoy 我哋今次嘅呢個演出啦。咁就希望仲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啦。咁就一齊期待未來啦！多謝大家。有嘢俾你講晒啦，唔同啦已經，去到期待未來喎，點講啊？所有味道都期待下世啊咁啊！哇！講晒啦，OK，講笑你講笑。好多謝，其實頭先我 solo 嗰 part 咧，我都講咗，講到好似要講拜拜咁樣。所以偷步講咗先，你聽我講咩啊？你偷步講咗先個感言啊，已經。咁然係因為我突然間我飲下水啦，突然間諗緊，唔係喎，琴日好似講得好差喎，跟住突然間嗰一刻好想講，就講咗先啊，費事我老母，費事我有 function 唔到啊！好多謝你哋每一位來臨支持啦，知道每一個 show 對我哋嚟講好重要之外，其實對你哋嚟講都係好重要咯，因為每一次嘅回憶啦，回憶當初，回憶當天係嘛？係回憶多刻。都得嘅，都得嘅，呢個改版咯。係啦，即係因為每一次嘅表演啦，其實係都係唔一樣㗎啦，每個回憶都係又話我老母啊，It's okay，唔講啊。哦，流啦，每次都係獨一無二嘅回憶，所以就係咯，好啦，好獨一無二啊，完啦，唔講。發脾氣。我都唔使講啦，其實係嘛，你笑下我算啦，係嘛。唉，冇天分嘅團員落去。要人氹你㗎。係回憶多啲，回憶多啲，我哋都一齊。總之每一次嘅表演其實都好重要啦，因為每一次我哋嘅表演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啊，或者你哋每一次睇 show 嘅經歷都有啲唔同啊。坐喺你隔離嘅未必係同一個人啊，有時係你會帶你本身追星嘅、本身好 friend 嘅人一齊嚟啊，有時就唔可以好唔開心咁坐咗喺一個陌生人度啊，甚至係可能你以往唔係好中意嘅人隔離啊，即係應該都有好多呢啲事情發生。但係而呢一個咩，我上 Dress 睇嘅就嗱，真係即係你 K-pop 嗰啲追星嗰啲 Dress， 咁所以即係每一次嘅 show 都一定係會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唔同嘅經歷啦，而我哋喺度成長緊，我哋學緊嘢嘅途中，其實你哋都一齊陪住我哋成長啦，一齊去經歷緊我哋大大小小嘅每一步啦，每一步可能睇落好似好少咁樣，可能只係喺外人嘅世界或者街下只係一個演出啦，係一個 show 啦，但係喺我哋自己呢個世界，其實呢個係一個佢哋兩個又做咗一次好似有啲成長，好似有啲進步嘅一個 show， 你哋可以親眼見證住我哋都仲喺度同大家一齊喺呢個大家庭度可以繼續行落去啦，呢一個先係最緊要。所以每次都唔可以 miss 啦，真係咪？好啦，咁我哋不如就事不宜遲，一齊回憶當天，好唔好啊？我哋回憶翻去，我都唔記得咗幾年前啦。回憶翻去當年嗰首歌啦，我哋一齊好唔好？好！一秒間。Boss。隨時覺瞬間對望，打上滿天花火。前轉啊！全部做聲主題曲。想出飄浪，驚喜交織般散播，是美夢，是愛麼？這感覺難説講。
他老為何曾係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課，未預計這一秒會這麼震撼我，未了解怎經過，未定義的衝擊讓我心跳也因此震動過，未了解怎識破，幸運的感失着可怕，想太多，若是純直覺可有對或錯。一齊唱啦好嘛，下次唱唔知幾時咯。如伴你看一次浪都怕惹起風波，夢中跳動他的價值的痛覺，是你我怎跑夠錯，察覺清楚，像霧裏太老為何，連下架錯過都擔心着長長對你。未預計這一秒會這麼震撼我，未了解怎經過，未定義的衝擊讓我心跳也因此震動過，未了解怎識破，幸運的感失着可怕，想太多，若是純屬愛可有對或錯。喜歡與否不化學，為何咁想都擔心破火。就合眼設想世界只得你共我。未預計這一秒會這麼震撼我，未了解怎經過，是浪漫的衝擊讓我心跳也因此震動過，未了解不識破，想着直觀感覺相信這結果，就是純屬愛不理對